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中丰工科技大学美发造型设计系4个学生代表台湾到日本东京参加比赛，伫个艺术长头毛包头组这个项目，前3名拢因摕到，其中摕到冠军的陈金温，比赛进前阿嬷打来过身，伊是摕到阿嬷3万块的手尾钱参加比赛，伊讲伊会得冠军，一定是阿嬷冥冥之中甲保庇的。 日本东京艺术节比赛，艺术长头毛包头组台湾学生摕到前3名。伊拢是台中丰工科大美发造型设计系学生。这场比赛是比心人手上卡，因为30分钟内完全比赛用插电的吹风机，更会使挖过双手擦洗、甲加水完成作品。参加比赛学生大家拢真认真，拢有下真侪功夫，用真的时间做准备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是一切都很值得。克服那临场感，然后把那个作品完美的呈现出来。冠军的陈金温有感动人的故事。比赛很花钱，然后就想说，那有那一笔的话，就先拿去，就是换成日币，打平我们的所有报名费，还有我会需要用到的费用。 比赛前，陈金温的阿嬷过身，伊心情真沉重，伊强忍悲伤，为了要好厝内加一笔开销，伊替阿嬷留落来3万块的手尾钱换做日票，载着阿嬷的愿望参加比赛。有没有特别要跟阿嬷讲什么？就谢谢她，然后希望她在天上有看到。陈金温得到冠军，上希望让阿嬷看到，伊嘛认为讲是阿嬷冥冥之中甲保庇，才会摕到冠军。